大家好，我係九龍豪宅 Catherine 高，今日為大家介紹就係布力架街34號 F 嘅單位。依家我哋一齊嚟望下。今日帶大家睇呢，就係加多利山裏邊嘅布力架街34號 F 嘅單位。呢個單位實用面積1464尺。呢一個單位一入屋呢，經過呢一個走廊位之後，就到咗呢一個長方形嘅客飯廳。飯客廳呢都可以成為呢一個橫廳嘅設計。單位面積呢都相當闊落，而且有特高樓底嘅優勢。單位係附設呢一個大平台，依家我哋就係喺呢一個平台嗰度可以望到呢，主要就係望返太子道西一帶嘅遠樓景。單位係屬於3房1套嘅間隔。首先呢，就係望下呢一個主人房。主人房呢就有兩邊窗嘅，而且係預留咗一個衣櫃凹位，可以擺放衣物。主人房浴室整齊簡潔，採用浴缸嘅設計。另外兩間客房面積呢都相當實用。呢一間房仲有兩邊窗。另外客廁呢就係採用企缸嘅設計。廚房面積呢都相當唔錯，兩邊都做晒櫥櫃，有充足儲物同埋備餐嘅空間。廚房裏邊呢仲有一個工人房嘅，仲有工人專用嘅洗手間。廚房對出呢仲有一棟門嘅，呢一個就係屬於單位嘅小花園。今日就介紹到呢一度啦，多謝晒大家睇我嘅影片，中意嘅話就記得讚好、分享同訂閱我頻道，下條片見，拜拜。